毋知有倒一条歌吼，对你来讲，就是你一开始一听到伊的歌词，一听到这个歌手所唱出来，感觉你就哇，那个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，就是目屎要落落来，敢若袂随的唱着你的心声共款。最近我听一条歌就有这种感觉，什么人的歌嘞？就是让大家等了5年多的天后黄乙玲上新专辑《踮在你身边》内底第一波的主打歌叫做《点点》，内底有几啊句歌词我拢足喜欢的，譬如讲点点嘛是一种勇气，点点嘛是一种慈悲，啊个有伊讲若是发生的就会当万事如意，这个世界哪会阁有伤心？啊个有一句伊是讲若是会化艰苦，就会当目屎免滴。幸福快乐，那这么宝贵，真的非常的好听哈！来，最近来听黄乙玲的新歌《点点》。朋友拢嫌我太无坚持，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。若是花心地，就会当万事如意。这个世间哪会阁有伤心？也有疼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免滴。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一天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，草厝嘛有滋味，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，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。解释嘛无意义，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遮蔽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慈悲。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免滴。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有一天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。草厝嘛有滋味，爱到固执，啥物拢担会起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遮蔽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慈悲。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，解释嘛无意义。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遮蔽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慈悲。
你讲完那是拄到一寡代志，可能需要点点才会当，互一切搁较圆满的人咧哈。这首歌送互你吼，这是黄乙玲上新专辑内底介绍互你听到第一波的好歌，就叫做点点。欢迎大家今晚当到各大唱片行来去将这张专辑砸转去，因为内底10条好歌拢真好听，嘛是黄乙玲很用心的挑选的10首好歌。伊讲这10条歌是跟大家讲的，这5年来伊对人生的真侪体会哦。好听了点点了。讲到最近台语歌坛有够闹热咧吼，除了有家里真侪这个新郎，真侪新的歌声，很多重量级的歌王歌后，除了开演唱会，也赶快来献出因的歌声，甲遮尼久无见到面的朋友问候一下。他是黄乙玲，来听一首新作品内底所收录，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点点，这点点内底歌词会当讲说中很多人的心情啦，包括的我的嘛是啦吼，去来听看嘛咧。黄乙玲的歌曲点点。朋友拢嫌我太无坚持，不知影阮其实嘛有个性。若是花心地，就会当万事如意。这个世间哪会搁有伤心？也无听惜我苦度家己，不愿别人操烦阮的代志。若是花艰苦，就会当目屎面甜。幸福快乐哪会这呢宝贵？你会知影感情哪有情义，草厝嘛有滋味，好一啥物拢担会起，点点点点嘛是一种勇气，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，若无相信。岁嘛无意义，一旦切心，就离开嘛会结冰。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滋味。
上新上 hit 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。第5名，时代将情人塞入你，良医深情三英里，无爱情。第4名，笑咱的守护咱的爱。陈庆仁、林慧生、丁秀。戴美君、参加。第2名，站在舞台上，闪身那保证。王俊杰，那保证。第1名，一旦切心，就离开莫接。黄以玲，点点。点点嘛是一种滋味。波动发烧版，可以好听红不辣。你若听到伊的歌，伊的声，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。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《踮在你身边》第1首推荐《点点》，前场发行。你若听到伊的歌，伊的声，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。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《踮在你身边》第1首推荐《点点》，前场发行。你若听到伊的歌，伊的声，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。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《踮在你身边》第1首推荐《点点》，前场发行。